大家好，又嚟到哪吒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 CX780班機墜毀事件。CX780係一架A330-342飛機，註冊編號為 DXLM。機師 Malcolm Waters， 副機師 David Hale。呢架飛機喺印尼試水竹安達機場飛往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。一個引擎嘅推力推到74%，一個就無法作動。拍影片喎。而家架飛機佢着陸咗香港國際機場，佢彈起咗。國際機，佢而家佢剎唔停咁樣。個機師以為唔夠推力返香港，點知推到剎唔停架飛機。個機轆爆咗胎。最後架飛機成功停低，唔似中華航空605號班機咁墜毀嘅。全機生還，個引擎刮擦咗地下，之後擦出火花。呢件事發生喺2010年嘅。啲乘客而家仲係疏散緊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，拜拜。